我哋睇完呢個長隆秀，而家就去食集嗰度食蚊蚊。食完蚊蚊之後就去睇煙花。入去坐，入到去坐，行入去跟住爸 B。係啦，呢度就係食集，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咁我哋就求其揾啲嘢食啦。BB 豬，你要唔要同佢哋影相啊？拖住 BB，拖住。OK，預備，1、2、3，笑。1、2、3，笑。BB，1、2、3，笑。OK。拜拜，拜拜卡卡，拜拜琪琪。耶！好啦，我哋可以食嘢。係啦，細細耶 ！Give me five，耶！拜拜咯，我哋食乜乜？拜拜，我们让小朋友吃饭吧，拜拜。謝謝。拜拜，到前面來喲，卡卡謝謝。好，我哋嗌咗鋸扒。咁你我嗰個先。通常好中意嗰兩隻嘢，呢兩隻嘢係幾好嘅。佢 keep 住喺度。感覺少咗啲嘢，份量呢個價。
倒數啦，嗰座山倒數緊。BB 準備。佢射咗第一下啦。都睇到睇現場睇到應該真係好似打仗喎。今日冇風。頭先同你 say hello 影相嗰隻貓貓啊，自家露台睇煙花。check in 嘅時候話睇唔到煙花，都睇到啊。但係聽日我哋會喺現場再好近距離咁睇。煙花。好燦爛啊！嗰邊都真係有啲距離，都唔係好大聲。BB 睇住電話。個燈燈望住幾好啊！幾好。最大型嗰啲應該喺後邊遮住咗呢度。哦，真係㗎？係啊，最大型嗰啲爆開啲花，啱啱喺呢度後邊。唔緊要，我哋聽日現場睇，我哋嚟一個演習先。你聽到喺後邊爆緊。已經有爆嘅喺後邊爆。
Happy 驚唔驚？心心驚唔驚啊？聽到嗰啲好大聲嗰啲就喺後邊爆。佢係其實圍住成個海洋王國嘅科。係啊，即係你海洋王國嘅核心咧，就一定好震撼咯，應該。我哋聽晚就可以感受一下。嗰邊嗰啲大煙得滯，你睇唔到，啲煙散唔到。隨意門。慢慢攬住佢。好，咩？哇，好靚啊！係咪海豚啊？BB 係咩嚟㗎？係海豚。佢而家變其他嘢啦，變到好心心啊！深深嚟。心心啊！心心睇心心。好大個風苗大個。好大個。都見到。深深唔知佢睇佢做邊咩，都睇唔到佢下邊搞緊咩，唔知做咩。應該可能嗰隻飛嗰個人嗰個火噴嗰個火飛緊嗰個。
BB，我哋今日係 rehearsal 啊，聽日嚟個真㗎啦。聽日好近距離啊！聽日我哋喺豬豬嗰度睇好冇？係啊。呢個幾搞笑㗎！佢又爆呢句嘢。哇，好激烈喎嗰邊！哇，好刺激啊嗰邊！係咪完㗎啦？唔知咧。佢頭先好似抌咗一紮出嚟喎。呢度都幾耐啊？12分鐘半。應該差唔多啦，3個字度啦，我諗佢爆。唔知有冇有單上冇51係咩啊？定係51啊？51都過咗啦，最過嘅。51唔知係咩咧？長隆成立51週年。唔知仲有冇啊？嗰啲字咩嚟㗎？平安喜樂。勞動節係啦，51啊。翻去啦。好啦，翻房間啦。好鬼熱啊！係啊，真係好鬼熱啊！哇，間房超級凍，好正。唔使爸爸，唔可以上床喎。啊 ？Good night，拜拜。Good night。Good night，拜拜。嗯，拜拜。拜拜。食早餐啊！第一日嘅朝頭早，呢啲好多呢啲咁嘅嘢，好似生果沙律咁嘅嘢。即係飲品區。生果。呢啲 yoga 嚟應該，整好一份份嗰啲麥片，好好味。糖水。麵包，大量麵包，各式各樣麵包。多士啦，有窩夫啦，有好多醬俾你揀。有炒蛋啦，煎蛋啦，咩蛋都有。番薯啊，咁嘅嘢啦。呢度有啲咩？糖嚟嘅呢啲係。爆米花吧，要吃个饺子，我给你弄两个。炒火啊！我想吃爆花。好，这饺子小小的，我给你吃两个。菜啊！薯餅好搞笑。
煙肉啊，呢啲乜嘢都係。食啦，有麵包。有香口嘢。包啊咁樣。我媽媽影相，揸住包包同佢影相。睇唔到個包包啊！咁樣揸。預備一，喂，一二三，笑，望住媽咪笑，笑。個手控制唔夠瞓嘅人 ，BB 一二三笑。誒唔笑白鬼就啊，唔影啦。望住呢度一二三笑。好。嚟，過嚟。撳啦，試下撳咗佢。咩嚟㗎呢個？咩嚟㗎？鹿鹿？咁我影漏咗一個位喎，好，企埋收埋咯。Samson 無啦啦食下嘢咧，都有禮物。呢個會周圍送禮物，要貼喺隻手度係咪啊？等陣啦。係啦，就係呢個白色衫哥哥，就喺度揾小朋友送禮物。你貼紙係咪啊？你自己搣得唔得啊？你搣唔搣到啊？搣到。咁你想要貼邊個貼紙啊？你要搣邊個啊？飛船樂園，而家係朝頭早9點鐘，食飽飽早餐，我哋就去玩啦。哇，好靚喺度，好大啊！有個深海潛艇，我哋可以坐潛艇。BB豬。我哋而家去到潛艇區啦，我哋坐潛艇，係好出名嘅潛艇，喺長隆，係真係潛落水底嘅潛艇。而家排隊準備，好啦，我哋而家登船啦，登船啦，登船啦！哇，架船好快啊，架船好快啊！我哋一陣間睇下有咩睇。而家我哋坐咗喺潛水艇入邊。係啊，等一陣啦。有三門啊！三門哦，三門。開船，我哋真係喺個潛艇入邊，密封咗。歡迎各位登上探險號。你睇下。我是今天的遠程控制領航員。大家得照顧好身旁的兒童和大人。魚啊！你企喺度睇啊！你睇落你哋唔會跌㗎，爸爸同你哋。跌船啊！哇！係啊，你睇啊，真㗎啲魚，你睇啊，你睇啊！前方好像是一座海底迷宫，就像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这些雕塑看起来，说不定是更远来的人类文明。这座迷失古城还有很多秘密的不可探索。糟了，传感器显示这个区域有海底震动。妈得拍一张，这真是深海，我们的深海里。
好多魚啊 ，B B。係啊，我睇呢度。聽說這附近這個魚只落晚餐。潛水艇艙內的視窗上方有這些魚類的圖片介紹，記得在旅途中找好這些魚類吧。接下來魚兒們就好了。呢度你見唔見冇事㗎，冇事㗎。這個區域還有一些柔和的太陽光線，我們繼續下潛。B B， 我哋而家喺水底啊！深潛模式啟動。深潛模式係會發生咩事？再往下沉。開啟紫外線光束。烏賊，魷魚，有魷魚啊！邊度有魷魚？有章魚，巨型章魚，但係我哋冇見到有。你們看，深海熱烈粉泉，整片海底雲間中不停地乜都睇唔到嘢。正下方好像要裂開一條大裂縫。探測到大型生物喎，大型生物係咩嚟㗎？我喺度喎，咩？大型生物啊！影佢唔到添。太好了，你們都表現得非常優雅。今天匆匆一瞥，浩瀚大海一小片，人類之間只探索了5%的海洋深度，所以要繼續深潛探索。呢啲皮泡。好，請大家帶齊所有隨身物品，有序離開。係啊，完咗啦。咁啊流嗰啲喎，呢架嘢。俾啲人推到咁好平，好喎，走啦！我哋要上船啦，開咗門啦，走啦，夠鐘啦，你下先，好，拜拜。魚係啊，冇啦，我哋一陣間先再睇啦。就圍住一個圈咁樣兜一個圈嘅。係啊，我哋就係坐呢隻船。阿 B 要度高，全部遊戲都要度高。而家呢個玩得啦，0.8玩得。各位探險家們，冒險過程中為了維護他人的安全，禁止使用激光槍對着人體射擊。在第一款这样，每个舟上乘坐2位的各位探險家們，冒險過程中為了維護他人的安全，禁止使用激光槍對着人體射擊。請坐好扣好安全帶，每個舟上最多乘坐2位。如果手中是帶有遊戲手環的，要在啟動前將手環對準水箱下方的黑色方向鏡頭掃描匹配。
好，我哋玩拍波波。啲波波上面跌落嚟嗰啲北水。啲波波咧就會喺呢度跌落嚟，我哋要筆波。係啊。塞車，塞死晒。梦中，女孩如同水中芭蕾精灵般翩翩起。好多我哋嘅媽媽唔俾佢落去。你問媽媽啦。小朋友们，再过15分钟，在山谷秘境山谷主高，将有一场灵动的。
人喺度叫係。終於嚟到殺人鯨餐廳啦！呢度好隱蔽，揾咗好耐。而家行入去揾下佢先。而家係尋找殺人鯨之旅，個個都喺度等緊鯨魚。知喺邊度？亲爱的朋友们，距离深海捕鲸前的演出开始还有30分钟，与您相约惊奇宇宙捕鲸大展堂前，一起开启与海洋大人捕鲸的奇妙之旅吧！好靚啊，殺人鯨！咦，看虎鲸，看虎鲸！終於揾到啲可以 BB 玩嘅遊戲啦！坐船。繼續玩就，可以繼續玩嗰個喎，可以繼續玩啊嘛。佢話好啊，繼續玩。好，第2 round， 落雨啊，落緊雨。嬲咗，有少少濕緊咯。好，第3次，我哋多角度影 Sam 成個囧樣。嬲咗啲水，但係佢自己話要玩嘅喎。爸爸問佢玩唔玩，佢話要玩。玩完呢個奇幻漂流，我哋就嚟睇鳥，好多鳥。阿 B 喺嗰度睇雀仔游水。睇雀仔游水呢度，火烈鳥游水。我哋行前些少見到呢隻。
什麼家科？水豚啊 ？BB 佢係咩嚟㗎？水豚啊？係咪水豚啊？水豚。嗯。好，然後再行前些少，我哋又見到狐獴，佢俗稱雞，商場叫佢哋做雞，因為好似番薯。阿雞啊，好啦，阿雞啦。嗯。去坐船啦，一係好嗎？我哋而家玩緊水戰啊！水戰，我哋已經濕晒啦。射爸爸 ，baby 射爸爸。爸爸好狠心，爸爸係咁射我哋，濕晒一爸爸好狠心啊！而家現場一片混亂，媽媽拍唔到片啦已經。係啊，射爸爸，我呢個射爸爸，向住爸爸。係啦，射佢，射佢，係啦，射佢。濕晒，好狠心嘅老豆，你射佢，你射佢。濕晒，呢啲真係叫孤兒寡母。我哋褪後射爸爸。呢個唔使錢，呢個好好玩。夠鐘啦，好啦，夠鐘，走啦，埋岸啦，翻嚟啦，我哋要射爸爸，冇反應嘅射水，冇反應嘅射水。轉彎，轉彎，嚟追住爸爸射佢，射佢，撳紅色嗰個掣，呢度撳呢個，係啊，撳射爸爸，撳住兩個掣，撳實，係啊，撳實，撳實，撳實，係啦，射佢，係啦，啱啦，射佢，做得好好 ，good job，繼續射佢，追殺佢。爸爸都欺負得我哋多啦，我哋呢單嘢追住爸爸，係啦，射佢，係啦，啱啦，撳實，開炮，係，我哋射嗰兩個，射嗰兩個，射嗰兩個，射嗰兩個工作人員，係啦，射佢哋，係啦，射佢哋，係啦。射到濕晒，射到出邊啲人濕晒。係啊，撳，我哋追住出邊啲人嚟射，追住出邊啲人嚟射。係啦，啱啦，係啦，叻仔，係啦，射到出邊濕晒，耶，做得好好啊！我哋而家應該玩緊第二 round 噶啦。哇，有敵人啦，有共同敵人啦，有人上船啦。哇！呢個可以濕到淋透透喎，死啦！冇帶泳衣添，有共同敵人 ，BB 射佢，BB 射佢，射佢，咁真係啦，我射嗰邊呢邊，係啦，射佢，係啦，濕，係啊，哇！又開水，共同敵人。射 BB 撳掣啊 BB 撳實撳掣撳水係啦。本次夏令航程已结束，期待与你们下次相遇哦，拜拜。哦，拜拜，夠鐘啦，我哋架船。爸爸濕晒。我哋快啲走啦！我哋夠鐘啦架船，而家再唔走，我哋就俾人射瓜瓜噶啦。BB 你濕晒點搞啊？
我哋翻埋岸啦。我哋翻唔到埋岸而家，爸爸嗰度同人苦戰緊。我哋翻埋岸先。哎呀，我哋要去睇鯨魚啦，夠鐘啦。係啊。點樣整入去啊？濕晒，睇下我哋夠鐘啦，但係仲未翻到去。哇！呢個好好玩喎，呢個。好嚟，我哋咧因為啱啱已經玩到濕晒啦，水槍，所以我哋而家去嚴重淺濕區，同佢死過。好啦，我哋坐喺第二號，係啊，我哋已經濕晒噶啦，我哋成家都濕晒啦。成語啊！你嗰個電話俾我袋。有個人喺個天空度飛緊。佢走咗，佢啲細細粒睇佢唔到。我哋企喺度。咩啊？我哋企住叫我哋。
切唔切啊？这边啊！魚飛係咪啊？上邊嗰度 ，BB， 上邊嗰度。BB 懵咗，點解啲魚識飛？周圍飛，啲波周圍飛。係啊，海豚準備出嚟啦！你準備好未啊？真係同畫面嗰啲雀一模一樣。好壯觀！在海洋生存下，拍照录像的好朋友们，记得检查一下您手机和相机的背面有没有关闭掉闪光灯，因为我们的普京朋友希望大家关闭闪光灯，来给他拍亮亮的照片哦。好，那接下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将会来了解到我们每一位普京朋友的细节。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可爱的开心的口腔。示范模拟的是口腔检查工作，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牙齿都是向内向后长的，每一颗啊都是有成年人的拇指这么粗，有8到10厘米的长度。现在不管还是怎么亲呢，我们的保育专家跟他们都是相当的亲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哦。那接下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看查德，看看成年虎鲸的体型跟成年人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好，那接下来冰冰姐姐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大声说出你们的答案。听到正确答案了，是斗鸡眼，回答正确，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那这个大大的就是它的鳍，叫做胸鳍，跟我们人类的手掌一样，都有5根指骨，在游泳的时候呢是充当方向盘的作用。接下来带大家来听听它的心跳声音。原来海洋霸主的心跳声是这样的，那我们也制造点有节奏的掌声来回应一下我们的查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Bendu和一龙选择了最温柔又热情的方式跟大家挥手打招呼，那大家赶紧回应一下他。刚说完是5根指骨，马上就开始挥手跟所有的朋友们表示开心。接下来听听他们要说什么。4位大连仔给大家展示了他们霸气威武的打招呼方式，所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掌声一定要比他们更响亮。普京朋友听到大家声音之后，马上来到了现场，赶紧给他们和他们的保育员一起来拍张照片。来，这位是我们的开心和妮娅姐姐，还有我们的查德可爱姐姐，还有一龙，以及我们的Bendu跟Yurika，赶紧定格下来。那同时，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感受到了我
我们的普京保育专家与我们的普京朋友日夜相处，非常的融洽。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来到飞船乐园，陪伴他们度过美好时光。那长龙也在可持续发展的路上一路不断前行。接下来邀请大家一起观看长龙谱写的《地球之歌》。从海洋深渊到陆地之间，生命进化，吟唱着生态命运交织的地球。然而，自然和谐的美好之中，亦有些许失衡。人类纷纷文明进步，伴随而来的过度开发，破坏了我们地球的结构。尽管情况严峻，但希望的灯塔依然照亮。身为地球的守护者，我们承载着非凡的使命与责任。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在生命之路上奋起。地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取决于我们与世界和谐共处的承诺。长野跨地域文化组世界级团队，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谱写更加自然美好的地球之歌。亲爱的朋友们，海洋占据了我们地球的71%的占比。那么接下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在现场来感受一下海洋当中波澜壮阔的惊涛骇浪时刻。让我们一起看着大家右手边的方向，迎接创造世界的超级海浪。哇！好勁啊！呢個人造浪。亲爱的朋友们，大家现在感受到的也是长隆奇迹之一——超级海浪。超级海浪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是全世界唯一首次设置的造浪系统。它可以模拟1到6级的海浪，充分的满足普京朋友在野外喜欢冲浪的自然情境。那么接下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可以跟普京朋友来一场比赛。手机相机对准右手边的方向，让我们打开实况或者是录制的模式，对准超级海浪的方向，看看是普京朋友冲浪的速度更快，还是大家的手速更快？让我们一起迎接超级海浪！我们也都是共同居住在这一个蓝色星球上的一员。地球环境的变化不仅你嗌鯨魚出嚟啊！哎，大聲啲，鯨魚出嚟啊！請與我們探索自然，追求和諧，向出嚟啦！鯨魚出咗嚟啦，係咪啊？嚴重閃濕區啊！我哋要隨時隨地心理準備嚴重閃濕。
今天将带大家一起讲述虎鲸家族的故事。前不久，飞船乐园刚刚获得主题公园界奥斯卡奖当中的第2项最佳海洋主题乐园奖。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跟着大奖来超萌，跟着大奖。越兴奋和开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从左边欢迎第一头出生在长风的虎鲸宝贝仪龙登场。欢迎一下。快啲，濕硬㗎，我哋放心啦，我哋會濕晒嘅，你放心啦。那接下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手机相机可要打开录制的模式了。马上，我们非常具有天赋的一位查德要来到现场，跟所有朋友们展示他无尽的 power。哇！别看只是撩一下水这么简单，他们的尾鳍力量可以把132公斤的海豹送到20米的高空。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虎鲸家族最活泼、最喜欢跟大家互动的开心。呢邊你睇下，亲爱的朋友们，你咪睇停時間，你睇啦。喊声吧！同时，大家稍后呢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开心，对所有的朋友们的热情和互动了。那刚刚大家都看到了，不同的虎鲸会有不一样的行为展示，这些行为呢個人喐嚟喐去，唔知做乜鬼。發生的自然行為，好唔專心啊！但係睇之前係咁，我停住。等待大家一起了解和探索，就让我们跟随虎鲸宝宝一龙的视角，走进虎鲸的世界，请看大屏幕。嗨，大家好，这是一龙，白羊座阳光开了大男孩。哎，听名字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动物和植物，也会影响着我们共同的生命家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它们，开启庆典时刻。個慶典時刻啊，圓蛋蛋啊，嚴重淺心啊！哇！亲爱的朋友们，大师们告诉我们的虎鲸家族，你们想不想跟他一起互动？那接下来我们的开心已经做好准备，来到了左手边，左边的朋友一起挥手给开心来挥手示意。哇，水花还不够，再来一次！楼上的朋友要不要？iPhone 係咪真係防水㗎？哇！圓蛋蛋啊，今次！朋友們在廣東水為財，流水生金，新朋友用水花的方式祝願大家財源滾滾，遇水則發。接下來是右邊的朋友準備好觀呼聲。中间的朋友准备好了吗？哇！开心说了，快乐财运福运是要雨露均沾的，所以刚刚右边的朋友和中间的朋友。有毛巾係喎，幾好喎，好貼心啊！應該係淨係買咗魚褸啊，都要拍毛巾俾佢哋。我哋呢啲冇科金買魚褸，我有啊。你見唔到濕晒咩？濕晒啊！濕晒。虎鲸率先出擊。庆典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庆典时刻，欢乐
梦幻旅程吧。拖住啊！拖住啊！拖住啊！啲嗌乜嘢？個人喺度。嗌乜嘢？我機動遊戲要嗌㗎嘛。好嘈，全世界都望住你。前面嗰兩個係咁望住。咦，鎖住。因為呢排係咁睇人玩過山車玩得多，所以玩機動遊戲嗰啲嗌。停到成日爆煙火嘅。检查并带齐所有随身物品，从出口方向离开。下车之时，请注意安全，小心台阶。希望你喜欢梦幻海洋，并祝你健康。兩位啊，呢兩位啊。又俾人踩佢。海洋王國都有水田，但係好大風喺度。睇鯊魚啊，咁坐低啦。呢 BB 成日睇 YouTube 片，心碎碎念嗰個水奶之家。呢度啊？企喺度啊，企喺架車度啊。幾高？佢入邊有人啦。水奶。使企我好行啦。呢度有人餵緊嘢食，跟住咧就有好多海象嚟，天才表演。呢啲係咪叫求生技能？有得食我嚟啦！
呢個鯨鯊館最出名嘅，攞咗好多項世界紀錄嘅館。我哋一陣間去揾鯨鯊，呢度應該未咁快見到鯨鯊。睇下 Samson 人生勝利組咁樣。有大嘢，向前行啦！入去揾鯨鯊。好啦，我哋嚟到咗最震撼嘅地方。鯨鯊，我哋試下揾佢出嚟。就係呢個玻璃攞咗好多獎，哇！好大條鯨鯊，好，攞去再影。好大條，好大條。BB 揾個靚位睇鯊魚，我哋拍埋喺耳邊。因為佢太大條，行到咁近都冇着數。别看它体型这么庞大，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攻击人的，而且与鲸鲨一样，主要掠食一些浮游生物，所以也被称为海洋中温柔的巨人。而鳐鱼是一种顶栖性鱼类，常栖息于沙质海底，在野外主要以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动物为食，而在长隆海洋王国，保渊则会给它们喂食各种各样的海洋鱼类。而鳐鱼的鼻孔、嘴巴、鳃叶其实都长在腹部，这样的身体结构和它们的食物有很大的关系。鼻孔、嘴巴、鳃叶。我哋入呢條海底隧道。喂，爸 B。多謝小晴。龍躉。嗌你啊，爸 B。我哋準備喺度睇巡遊同埋煙花啦。今日喺現場睇，都有好多人。BB 而家等緊睇煙花，仲有2分鐘開始。巡遊。你同邊個 BB 講嘢啊，親情？我哋準備花車巡遊，已經封咗條路啦。
應該差唔多噶啦。記得嗨鞋啊！Hello 啊 ！Hello。Baby hello。姐姐掂行掂過睇佢唔到。Hello， 佢太細粒啦，姐姐真係睇佢唔到。架車好靚。Hello， 最高嘅老虎喺上邊。Hello， 佢睇唔到啊，太高啦，睇唔到啊，高得滯。
姐姐隻手，耶，做得好。追吻，追吻。哇，好埋啊！架車好埋啊，可以摸到架車。好，拜拜。拜拜。好，走人。睇煙花。係咪好中意花車啊 ？Sam 成咪意猶未盡，花車隊伍已經去咗對面岸，佢都仲好緊張咁樣企起身睇。睇嚟我哋下一站可以去迪士尼。好開心啊！佢而家好開心，周圍同人 say hello， 係人都 say hello， 嘅心情勁好。原來佢係中意睇花車巡遊嘅。BB 準備啦，準備啦，準備，準備。哇！哇！
你，好勁啊你克服咗煙花啦！
間去酒店攞車，跟住咧同 BB 去剪頭髮啊！哇！嗰隻貓貓啊 ，BB 貓貓啊！嗰隻貓又出嚟啦，好抵啊！好抵啊！好好睇啊！我哋係第一批走嘅人，我覺得。各位宾客，感謝您的觀賞和體驗。為保持環境衛生，請把垃圾放進附近的垃圾桶內，請帶齊隨身物品。我會跟隨你哋嘅步伐㗎啦。同行的小朋友，走走走。從園區出口方向離開，多謝合作。希望您在後邊係應該人山人海，我費事調轉投影。好，坐穩啦 B。坐車人一又去咗剪頭髮，都係同一間髮型屋，但係唔同分店。我哋去完長隆就嚟剪頭髮啦。我哋又雕花啦。BB 唔好喐，係啦，叻仔唔好喐。都係一樣幾好嘅環境，但係因為而家已經係夜晚嘅9點幾啦，所以係冇人嘅，得返佢一個。笑乜嘢 BB？ 佢喺度奸笑。好棒！坐在这里。慢慢拖住，好舒服嘅。我哋揾水洗靚個頭頭。好，拖住後面。好，生產過程大公開。哇，好棒！翻去考字得。好。小朋友他多出來幾次，他就慢慢適應了。對，他這次好一點。小朋友都是這樣的，慢慢來。在家都是怕收頭擰就沒事的。不怕。唔驚。哇，哥哥幫你睇好舒服喎，好靚喎呢個頭頭。我躺好了嘛？你擰去另外一邊啊！擰去另外一邊嚟。個頭咁樣，係啦。係啦。唔驚啊！不怕的。現在還是有點緊張。對。可是已經很好。對，很棒了已經。哇，好舒服啊 BB！ 哇，好舒服啊！哎呀，你舒服嗎？車係邊個俾你？係咪哥哥俾啊？係啦，表現多得好乖啊！挺好的。我們也有一些他3、4歲了都不願意剪。
可是他就是因为不乖，所以才上学啊。哦，就是捕手的話就還好啦。哇，好舒服啊，B B。要唔要吃糖啊？要唔要食糖啊？哥哥問你，要唔要糖啊？我想有。要啊，俾個糖糖俾你食啊。哥哥俾糖糖你食好啊？咁要講乜嘢啊？謝謝哥哥。不客氣，好乖。他應該是普通話和粵語都會一點吧？不是，就粵語，因為他粵語還沒說得很好。哦。好了就再教他其他的。再教國語是吧？對對對。我看香港那邊好像有很多從小也有教英語的哦。對。就是他比較小就說好一種語言。對，先說好一種先。對。俾糖糖係啊，你要乖咯，你唔好喐，係啦，唔好喐。擦擦頭就可以啦，就可以給你糖糖啦。他已經很忍讓。好，起身，起來。哇，好叻啊，邊仔，好叻啊！好。三沙給他。哇，你講乜嘢？不客氣。好啦，落嚟啦，行樓梯，step 5。我們去吹頭吧。去吹頭。都不用吹也行的。吹乾一點。因為它很快就會讓，吹不吹也沒關係。稍微吹一下。都不會耽誤你。試一下什麼味道呢？可以嗎？簡短一點，它乾得也很快哦。謝謝哥哥。好唔好食啊？好食啊！好乖，可以嗎？好啦，我哋走啦，我哋唔好阻住哥哥啦。麻煩你哦，不好意思啊。不客氣。好啦，拜拜哥哥。哥哥問你要唔要貼貼啊？要唔要貼紙啊？要乜都要咁貪心嘅。再給你挑一個。我俾你揀一個。你挑一個，你想要什麼樣的？呢個呢啲可以，有魚的，海綿寶寶。有企鵝，有龍龍，你揀一個，你攞一個。選一個，還有哆啦 A 夢的哦，海綿寶寶。你要邊個？你自己攞，你自己攞一個。要呢個啊？要貓貓的，是不是？要呢個係咪？加菲貓。係咪要呢個？對。講乜嘢？